你这鲁夫竟敢跟我对手！今天我弄瞎你一对绿豆眼！你有这么大的绿豆吗？呀！师兄，我来！小屁孩，让我看看你的小鸡鸡长全了没有？胡说八道！徒弟，不要上当！没心智，你束手就擒吧！嘿！那谁干什么？哼！又是你！是土匪，快躲起来！灯笼，快走啊！快走，快！人呢？刚才看见他们就在这里。给我分头去找。走，跟我走。我害怕。嘘。哎，老大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他们肯定向那个方向跑了。那就追过去。走，快追！快走！阵！干什么？ 2个脚趾头。救命啊！救！这，灰红山子，你们把灯笼带走，我和慧努留下。好。这，哦，呀呀！哎呀！啊！果然出手不凡。来，陪爷爷玩2招。来吧！我要把你们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捏在手里玩一玩。二师兄，我俩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就上当了。走。来吧，嘿，大哥，你回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了。好，二弟，就看你的了。没心智，果然是你，找的就是你。怎么，
要打，乖乖的跟我回去认输。梅先知，那群商人是你杀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我杀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栽赃给我们少林寺？我不是要栽赃，是你们师傅自己往自己身上揽是非，所以嘛，连你们方丈都自食其果。师傅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想不想跟我去见你们师傅？行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三弟，别上他的当。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要么相信我，乖乖的做我的俘虏，我带你们去见你们的师傅；要么就打，我提着你们去见你们的师傅。想好了吗？你们跑不掉的，趁早别起这个心。拿下他，走！呀！这边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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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我，我要见老大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大，是我把他们引过来的。老大，我的脚趾头已经被砍掉3个了。你们暗算我，不算英雄。你这点小计比你做的恶，可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快说，我师傅在哪儿？老大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，老大！出什么事了？老二被抓走了。老二被抓走了。老二胆子太大，又不让兄弟们跟着。我们听见那边没动静了，就出去看，老二不见了，那帮小和尚也不见了。那几个和尚的功力已经练得不错了，可是以老二的功夫，对付他们不成问题。中间没出什么事儿吧？不知道，没有看见。那个老和尚关在什么地方？在红山洞里。走。慧仁，把你的右手慢慢的抬起来，把手掌对准前面。师傅，练功是为了惩恶扬善，而不是为了伤人。你知道吗？以你现在的内力，足可以使对方的五脏俱废。所以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绝不能乱用。弟子明白了。师傅，咱们冲出去吧。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冲出去，我们是为了在这里缉拿凶犯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实现对老百姓的承诺。驾！师傅，
我听见有马蹄声近了，是不是那个贼首回来了？不过，这不是刚才的那个，那是哪个？比那个更有分量。你听，他的马蹄声稳稳当当，而且每一步都充满着杀气。师傅，他是谁？不知道，但这个人比刚才的那个人更加残忍，而且还有更高的武功。慧人，千万不可大意。是师傅。快说，师傅在哪儿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你就不怕死吗？你敢杀我吗？三弟，停下！哼！这样吧，我们谈判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谈判？你告诉我师傅在哪儿？我不上你的当。人以善为本，只要你愿意从此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，我马上就放了你。那你现在就放了我吗？我没法确定你是真心向善呐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做一件好事，会有多少人会感激你；而做一件坏事，会有多少人恨你？你真的没想过吗？你这一套对鬼说去吧。怎么样，方丈？我给你找的这个地方不错吧？多谢施主。刚才会了会你的几个徒弟，他们的武功都还不错。我就想知道师傅的武功如何啊？施主，请你不要打扰师傅的修行。怎么样？咱们过两招吧。施主，请你不要打扰师傅的清静。嗨，嘿，嘿，小和尚，你想死？慧空，拿点干粮给他吃。如果你一心向善，现在就把我放了。可我现在还无法确定你是否真的弃恶从善了。如果把你放了，不知道你还会害多少人。不要逼我，师傅。那我就先解决了你再说。施主且慢，老衲愿与施主谈谈。怎么了？想给我说佛？哼！我告诉你，给我说佛，要等世上的人都死光了，我也没事干了，我才会坐下来听你说佛。那好，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功夫。好，敢跟我交手吗？老衲是功夫之外人，我只是对功夫有些粗浅的看法。看你现在的身形，你的功夫也就是练到了7成，而这7成当中，只有3成是真功夫，4成是邪气。老和尚，少给我动心眼儿！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看你这招之中，你已经用了6分的功夫，可谓杀气扑面。本来你这一招冲出去可以击碎人的5脏，但是有一点你没有想到，我一旦躲过了你这一招之后，
你就会撞到墙壁上，而且你自己使出的力量就会折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胡说！你不信？不信，你可以冲出去一步试一试。你可以试一试。哼，我不会上你的当。走，走啊！起来，起来呀！起来！这样吧，我可以带你们去见你们的师傅，就怕你们见不着你们的师傅。为什么？如果老大知道我被你们抓了，肯定会立刻行动，不是把你们师傅转移了，就是布好了网，等着抓你们几个。你看，你现在站的这个姿势，同样充满了杀气。可是，你是靠3分邪气在支撑着。不信，你敢念一段经文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力量很弱，你甚至怀疑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功夫。敢和我交手吗？老衲不会武功，老衲只是觉得，功夫是身外之物，有了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自己有了功夫，就会害怕别人战胜自己，而真正战胜了别人，又会怎么样？不如完全没有功夫，一心向佛，自己的生命顺乎天意，岂不乐哉乐乎也？那，你为什么教你的弟子练功夫？我教给他们，是教他们如何做人，教他们护佛向善，惩恶济众。别说了，出招吧！老衲说过了，老衲没有任何功夫。胡说！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们师傅不是允诺5天内要把杀人犯送到官府吗？不是你们把我们送去，就是我们把你们送去。总之，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，总有一批要去受罪。老大当然希望你们去了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功夫只对付没有功夫的人，那就请你出手吧。那你接招吧！哎！师傅，我不敢杀你。一具肉身何惧足惜？嘿！老大，阿弥陀佛。老大，哎呦，哎呦！我就是土匪头子，我杀过上百人，我谁不敢杀？说，我是不是老妖子？是。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。是。我杀过上百人。是。砍了你的4个脚趾头，没错吧？哎呀！嘿嘿，我还是老妖子，老妖子还是我。你们给我听着，我要把这帮和尚一网打尽，我要把他们送到汝州县的刑台上去。我要出这口气。记住，谁要是再给我出了事儿，我再砍掉的就不是你们的脚趾头，而是你们的人头。听明白了吗？师傅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在等什么呀？他在等的这个，很可能与我有关。你是说，师兄师弟他们要来了？走，走！哼！老大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。
我知道你，就像你知道我一样。哼！老样子，快把我师傅送出来！回空，好，呀！嘿！嗨！呀！哎！师傅，是二师兄他们来了吧？慧仁，准备去帮你的师兄。好。师傅，闭上眼睛，开启天幕，凝聚全力，直视双手，回天圆地周之气，发千钧于手掌之心。二师兄，这阵势对咱们不利。怎么样，臭小子？三弟，你快去救人，我来掩护。好，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老大干得好！扇子，扇子！我要让你们一个个都瞎了眼，找不到回去的路。静下你的心，稳住你的神，万物于世外，动静于心间。心中不悟，则天地纳于其中。胸中凝聚万庭之力，憋住气往下沉，再往下沉，再往下沉。一团火发自于丹田，然后冲出来。老大，找不着，继续找。
师傅，师傅，有香客要见您。哦，阿弥陀佛。少林寺平日香火旺盛，为什么今天如此萧条啊？信佛在人，敬佛在我。你的弟子们都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被官府给抓了？我想佛会保佑他们的。官府是厉害啊，厉害！方丈，你说是吗？官府是行使王法治理地方，是为百姓造福的。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官府是一把刀，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在这把刀下，不分正邪，不问姓名。这把刀很寒，是吧？老衲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是说，有的时候，官府比土匪厉害。土匪用刀办不成的事儿，官府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办了。施主，你还是去上香吧。听说少林寺慈悲为怀，我还再想有个请求。哦，施主请讲。我们几个远道而来，想在庙里住几天，木斋进香，还请方丈行个方便。怎么，你看我们不像善人？慈海普渡，佛心向周。任何人在凡因之中，都应该弃恶从善。好，那就安排我们住下吧。哦，带这几位香客去香客房吧。去，给我上炷香，我要看看佛爷灵不灵。是。老爷，在刑场边上发现了一个少林寺小和尚，他是从灯杆上掉下来，被摔晕了的。就他一个人吗？还没发现别人。他可能是来送信的。搜搜他身上，看看有没有信。果然有信。吃，喝，喝酒，喝酒，来，喝，来，倒上，喝，来，吃，喝，来一杯啊！马上，倒上，喝呀！快喝，来，吃，多吃点，好，走，啊，来，吃，啊，来，快点啊，干了。来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老实点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我怎么在这里？你是来送信的吧？对，我的信呢？在这儿啊。怎么了？哭什么？我送来晚了，师兄们都被杀掉了，我怎么跟师傅回话呀？好了，别哭了。你呀，回去吧，告诉你师傅，就说明天我把他们几个弟子放回去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回去？我说能回去，他就能回去。你走吧。你们骗我！你这，把这小孩送出去。快走吧，你的师傅已经和县太爷和好了，
你的师兄明天也会回去了，快走吧。你骗我！你要不走，就把你也抓到牢里去。快走！师傅，慧天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师傅，那几个施主一直在胡闹，徒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为师知道了。师傅，徒弟想把他们请出寺去，又觉得不太合适，可是他们一直在胡闹，不知是怎么回事儿。慧天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要让外界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境。哼，我不相信你们说的话，当我是小孩，哄骗我，没门儿！看看明天师兄们是不是活着回来？哼！赶快走！来，吃！老大，这寺里也没人，把老和尚干掉算了。着什么急啊？我们还不知道老和尚的功夫深浅，不能轻易动手，先弄清楚了再说。这叫钝刀子割肉，慢慢来。怎么回事？小心点儿。今天你们没事了，我放你们走。什么？案件查清楚了？我昨天都说了，这件事本来就很清楚了。你们方丈也认了错。方丈认错了？认什么错？这就不是你们所能明白的了。你们都回去吧。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，毛王在那边。老和尚，给我滚出来！给老子滚出来！滚出来！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到你灶台去撒尿，给你们做斋饭吃！出来！出来，老和尚！出来！老大，老和尚出来了。妈，老和尚要是动手，是您先跑还是我们先跑啊？不想死就给我骂！老不死的和尚！老大，老和尚走了。继续骂！我就是想看看这老和尚能出什么招数。老和尚，给我出来！快点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滚出来！走。滚出来！出来！滚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哎呀！蛇！快跑！哎呦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干什么？呸！打他们！
打吧！快打呀！打呀！快滚吧！你给我说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些和尚做了坏事，别以为我怕你们。去！三兄，算了，咱们无故挨打，有人冒充咱们的名义做坏事，惹百姓怨恨。前后分析，我觉得栽赃的人是老妖子。去抓老妖子，不抓住他们，我就不当和尚了。不，我也不配当和尚了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如何抓住他们，也需要动动脑子。说不定这城里也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呢。忍着吧。走吧。走。打他们！打他们！臭和尚！老大，都准备好了，只等你发话了。烧，先烧了藏经阁，再砸庙，把这群和尚赶出去。老大，我烧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还烧吗？奇怪，怎么会突然下起雨来了呢？老大，你看，只有藏经阁这一块下雨，肯定是这帮和尚搞的鬼。老和尚在哪儿呢？一直没露面。我怎么老感觉他就在后面盯着我呢？师傅，都按您说的办了。善哉善哉。慧天，带着你的师弟们去诵经吧。小师傅，你是不是在等你的师兄啊？你们两个怎么知道我在等师兄啊？你的师兄们已经出来了，在那边等你。真的？这什么地方啊？你师兄就在里面。哎呦，小和尚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快点儿！哎呦，两位客官早就给您准备好了，快请。不是好地方，我不来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和尚们，都给我听着，让开！听见没有？给我让开！小和尚还挺厉害。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小和尚的厉害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那不是慧空吗？慧空，慧空！快走！哎呦，快！慧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快！怎么，让他们跑了？慧空，怎么跑这种地方来了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走。
把这些恶和尚给我抓起来！捕头为何要抓贫僧？明知故问。你们这些和尚平日为非作歹，杀人抢劫，调戏良家妇女，居然还假装正经。你们祸害百姓，惹得百姓咬牙切齿。今日又来妓院寻欢作乐。捕头，你所说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，还请你查明事情真相再说。你们抬头看。四师兄，什么是春宵啊？哎呦，就是他们，就是这些和尚，整天在我这儿吃喝玩乐，大家生事，还不肯给钱。我早就想报官了，可是我又不敢惹他们。老婆子，你看清楚了，你看见我没有？这些和尚里，属你最凶。你胡说八道！谁胡说八道？就是你，就是你！老和尚在什么地方？师傅正在念经。带我们去见他。师傅在念经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。我就是要见他，带我去。带我到这儿干什么？师傅就在对面。那怎么过去？这就看施主的本事了。你在玩我？不敢。那你先过去，我看看。得罪了施主。老大，你看，哼，你们坏事做尽，就拿你们！三师弟，对抗官府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大师兄，不动手不行了，上！和尚反了！快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他们人多，别跟他们纠缠，走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哎，老大，人又没了。哎，在那儿呢。哎，老大，人在那儿呢。追！我们又被他玩了。快说呀，怎么回事？坏人逼我吃了有毒的东西，幸好有佛祖保佑，没有毒死我。要不，他们还打我呢。你真吃了有毒的东西？哎呀！
张嘴。啊！没事儿啊，没中毒啊。谁说你中毒了？坏人给我吃的东西肯定有毒。这个孩子，没中毒，好好的呢。我没中毒啊！哦，哎呦，这小子！幸亏我灵机一动，钻到破桶里逃了出来，要不我非得被他们折腾死。慧空啊，你怎么跑下山来了？是师傅要你出来的吗？师傅让我送信，我以为我送晚了，你们几个都被砍头了。慧空，没想到他想砍我的头啊！你们都活着呢。没那么容易。那，昨天刑场上被砍头的人是谁呀？慧空，你真的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有6个呢，都是穿着和尚的衣服。我眼看着他们几个都被砍了头。那会是谁呢？哎，别哭，别哭，你哭什么？那肯定是二师兄被砍了头，肯定是二师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二师弟也被他们抓起来了？明天老和尚看到咱们把罗汉堂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不气死才怪呢。走，给我搬！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和尚什么时候才肯出手。你看，把这个扔给他。你们还要搬吗？用贫僧帮忙吗？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，东西我收下了，事儿已经办完了，叫他不用管了。是，我走了。你没回少林寺啊？怎么，你们都没回少林寺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施主，此处是佛门诵经辅禅之地，请勿莽撞，
少跟我装蒜！我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希望施主能够多行善事。恰恰相反，我今天就是来闹事儿的。你和你的徒弟们给我找了太多的麻烦。上次在山洞里，我没有亲眼看见你的真功夫，今天定要亲眼一见。你的功夫在老衲之上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功底很深，但是你总担心自己的功夫不高，打不过别人。这是因为你的功夫都用在了做坏事上。即使你功夫展现的再好，你也不敢张扬，因为你害怕天下的人知道你所做的坏事。你所做的好事太少了，因此你的功夫就不能得到正面的发展，所以就不能够得到正义的张扬和天下人的赞誉。你别啰嗦了，准备接招吧！放肆！呀！左县令，我想问问你，我二师兄在哪儿？哪个二师兄？就是你从少林寺抓回来的我二师弟，还有我们少林的那些弟子，你都抓到哪儿去了？那几个人都死了，那是杀人犯呐！都死了？你把二师兄给杀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慢着，慢着！我二师弟真的死了，你再说一遍。你二师弟没有死，是那几个人死了。那几个人？哪几个人？走，你们跟我走。我们不会上你当的。你到底把我二师弟怎么了？哎呦，他没怎么地，他活得好好的。我这就带你们去见见他。老和尚，接招吧！来者不知是哪路英雄，请取下面罩。你必须离开少林寺，不能伤害方丈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最好让开。离开这里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快离开！我见过你吗？再说一遍，快点离开！这件事和你无关。我和方丈是朋友，当然有关。快点离开！二师弟，你果然活着！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。怎么会呢？我不会死的。奇怪，那我看见被杀的那几个和尚是什么人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连这3起血案都和你们少林寺和尚有关系。老百姓能相信你们是清白的吗？啊？你们能让上面的老爷们都相信你们是清白的吗？我们的确是清白的。清白不清白，那不能光自己嘴上说，要让老百姓说。啊？你们知道，现在老百姓的怨声可大了，好像是我这个县太爷一直在包庇你们少林和尚。我再不处理，就说不过去啊。所以你就像上次一样，随便抓了几个百姓，当和尚给杀了。你太聪明了，小师傅，我只能这样做了。你这是草菅人命。那我不这么办，
就只能拿你们几个开刀问斩了。作为县太爷，你应该查明事实真相，不是乱杀无辜。上面来了3次通告，催我尽快处决凶手。你们方丈又写信给我，要我想办法保住你们的性命。我不这么做，那怎么办？罪过，罪过。阿弥陀佛。好，今天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撤。放他出去。佛门种地，见不得刀光剑影、血腥之灾。我们都成了有罪过的人呐！你们不是常说佛法无边，慈海普渡吗？你们这不是正好把自己渡过去吗？我真想杀了你！三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松开手！要不是我救了你们，你们早成地下鬼了。啊！连你们的方丈都感谢本官，你们不觉得这样做有点忘恩负义吗？你告诉我那些替我们死的人的姓名和家住何处，还有埋在什么地方，我们要为他们超度。果然是他。来人！老大，人呢？刚还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们不敢进来，老大。滚吧！是啊，老大。美女，美女，美女姐姐，美女姐姐，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找到一条绝境，今天晚上咱们就能逃走。原来是个和尚。我不是和尚。哎，你忘了，我的头发还是你给剃的呢。我不想当和尚，是你非要这么干的。那你是我抓来的人质，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你让我来照顾美女姐姐的。是吗？是，是。我忘了。来，我问你一句话。来。什么事儿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姓陈，是汝州陈大户家的人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和她，就是你的那个美女姐姐，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以前认识吗？你最近的事情办得太大了，人命出了那么多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那几个替罪羊都是什么人？是我从大牢里提出了几个死囚犯。嗨，你还是没有出息，为什么老提死囚犯？找几个不顺眼的，忽悠上罪名，杀他几个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还没睡呀？师傅也没睡啊。师傅，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来看，弟子觉得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
为何3次血案都发生在少林寺呢？显然是有人栽赃我们少林寺。为什么左县令每次急着用别人来充当替死鬼，急着结案，而不去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？他是故意让我们背一个不明不白的黑锅。其实我觉得，左县令知道土匪干的那些坏事，他为什么不去抓土匪，反过来和我们少林寺对峙呢？我原以为只是土匪栽赃我们，可现在看来，如竹县令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听师兄弟他们说，左县令放他们出来，他们刚到香满楼，衙役就有准备的赶到了，连那妓院的老鸨都串通起来诬告他们。这一切足以证明，左县令也在搞鬼。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舅舅干了一辈子土匪，没出息。原希望你能考中个状元，当个大官，活得也像个人样。你刚中状元的时候，还以为你可以在京城做个大官，没想到你来到这个小地方，做了个芝麻县令。哎，舅舅，官场险恶，是有人花钱顶了我。这就对了，也该明白了，有钱谁不会花呀？不想在这里长期干下去，就得升官，升官就要往京城里送钱。你哪有钱呢？舅舅给你，但是舅舅搞钱，你就得保护我，咱们俩谁也离不开谁。为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，所以我给左县令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，我们少林寺以敬佛礼禅为业，看在佛的面上放你们归山。我是怀疑这个左县令和土匪们会勾结在一起，对你们弟兄下毒手。师父，容忍他们如此横行下去，不知有多少人还要遭殃啊！慧师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？土匪抓了那么多百姓还没有释放，梅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想，我们必须先灭了这股土匪，救出百姓，取信于民，同时也能发现土匪和左县令到底是什么关系。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家里还不送钱来？老爷，你听我说，老爷，请你再宽心几天，他们一定会把钱送过来的。2天之内，再不送钱来，我可就没有办法管你吃喝了。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我马上再给他写一封信，让他们把钱送过来。你怎么办？我也会有人送钱来赎我的。是那帮和尚吗？我不是和尚，我真不是和尚。可是，我怎么一见到你，就会想起那帮该死的和尚？来人，拉出去！你不会杀了我吧？哎，你不能杀了我！我们家有钱，我们家明天就能把钱给你送过来，真的，真能把钱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我有钱，我有钱。我要用它把那帮和尚引出来。哎，等等我！你们为什么不等我啊？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不去了，就在家里照顾好师傅。不让我去，你们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师傅说了，一花5叶，缺了我这片叶子，你们是没有办法的。让他去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世事混乱，寺院本应该是一块清净之地，是躲避灾难之地。
但要想求得修心向佛的一片净土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们此去，不是为了让世道更乱，而是为了让世道多一分平和，多一分宁静。以武除乱，也是佛之无奈，也是佛之善意。弟子明白，弟子明白。哦，你们知道，这个土匪头子，我曾和他见过2次面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走！哎呀！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站住！不能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我哪想跑了？我是想找个地方方便方便。山子兄弟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叫铁公岭，听说土匪常常出没在这里。你们看，二师兄，不见人影了，怎么办？那山上有座房子。梅兄弟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本来想和你们好好的玩一玩，没想到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。你们不是个个武功超群吗？怎么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？那是因为我说明白点儿，是你们的死期到了。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你们在这里没完没了的闹下去。你们死了，我的地盘也清净了，我这口恶气也就出了。老妖子，老妖子，是叫我吗？我不叫老妖子，我的名字叫李云清。李云清，李云清才是我的名字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家老大出生在有乡书的家里，他不是个粗人。哼，书香门第啊！对对对，书香门第。不过，我也很喜欢老妖子这个名字，一般的人听了就会吓破了胆。小宝贝儿，老妖子这个名字，你听了
害不害怕？哼！老妖子，你好像有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要绑架百姓？你为什么这么狠？狠？绑架百姓？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钱。连钱你都不懂，你这个笨蛋！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有用它的地方，这就不是你一个小和尚所能理解得了的。来人，把他们押回山寨。哥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不练了不练了啊，回去休息吧。小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昨夜刮风，把我那房子刮坏了一角，你今天帮我去修修吧。好，我干完寺里的活就去。哥，我们也去，我们也去。耶，去一边去。接着练啊，听见没有？接着练。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小妹妹，我们等你半天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简单的说，我们叫土匪。大师兄，你们干什么？哦，货房缸里没水了，快去挑水去。我们早就挑满了。那去扫地去。我们早就扫干净了。那你们练功去。你不在，我们跟谁练啊？那念经去啊。念经时间早过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师兄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那跟我去练轻功怎么样？大师兄练，我们就练。好，走。我们只是在这里等一下你的哥哥。现在少林寺里5个兄弟啊，有4个都在我们老大那里做客。我们老大为人热情，人不到齐绝不开宴，所以啊，让我来请你的哥哥。我哥哥不会到这里来的。你哥哥肯定会来的。你的房子昨天不是被风刮坏了吗？房子是你们故意给弄坏的。干什么呀，大师兄？每人腿上绑一个沙袋，练轻功。啊，还真练啊！怎么？谁不愿意练，可以不练呢？练。哈哈，哎呀，来，绑吧。看什么？快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师兄，我们还要跑到什么时候啊？哼，跑到十字沟，再跑回来。啊！大师兄，太远了吧？十字沟离我们这儿还有9里路呢。你不想跑啊？不想跑可以回去啊。哎呀，好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让我先看看。好。好小子，还真动了脑筋呢。好了，下来吧。
说那和尚会来吗？来，肯定会来。我都打听好了，这是他亲妹妹，他最喜欢他妹妹了，所以他肯定会来的。三哥，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。屁！我本来就很聪明，只是一见到大哥，我就变得有点笨了。哎呀！这帮小坏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没门儿！小鹅，小鹅，小鹅，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房子哪儿坏了？这小子怎么还不进来呀？三哥，我们怎么去抓他？我们能抓到他吗？怎么办呢？看来得把他引进屋里来。怎么引，三哥？你去。啊？不会吧？让我去，我哪是他对手啊？我宁肯砍掉自己3个脚趾头，我也不愿意去。哎呀！哎呀！跑这么快干什么？大师兄跑得快，我们要追上啊！哎，大师兄呢？大师兄呢？放开他，让他喊一声。让他喊一声？对，让他喊一声。你喊呢？你喊呢？快给我喊呐！快喊一声，让你哥来救你！快给我喊呐！小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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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哥，他要进来了，准备擒拿。小哥，在家吗？哥，你别过来，这里有陷阱！小哥，怎么了？哥，和尚，你跑不了了。又是你们这群土匪！我正找你们呢。我们也在找你。可是你们人来少了点，10几个，不够打。足够了，给我拿下！来呀，来呀！好，你好，哥，妹妹，别怕，有哥在。我知道你功夫高，但是我的计谋比你高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们。要不是我，他们也抓不住你们。梅兄弟，你别伤心了，他们肯定让你吃了不少苦头。慧空，不，五师兄，只有你最会疼人了。三师兄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土匪的老巢。对呀，我来的时候，看见这山寨建在一个山顶上，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哎，只有一条道上山进寨子，其他就无路可走了。睡觉吧，养好精神，明天再说。哎呀，这个样子能睡着吗？也不知道咱们会不会死在这儿啊。二师兄，你说句话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算找到了土匪。如果我们只想着逃走，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。不逃走怎么办呢？我们这次出来的目的，就是找土匪算账的。为什么要逃走呢？我们要想办法，闹他个窝里开花，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二师兄，你不头疼吧？你没着凉吧？你肯定发烧。哎呦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过路的。你们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就是点山货。那你们手里为什么都拿着刀呢？山里土匪多，做防身用的。走。兄弟们，这是群坏人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跑！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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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！哎呀！哎呀！弟兄们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抓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！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？是人。什么人？
啊！快打开！小娥，怎么是你？快打开那个麻袋！大师兄。 好，能告诉我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吗？去少林寺了。你为什么要救那个老和尚？你为什么要杀那个老和尚？是他管闲事太多了。管闲事的人你都要杀吗？我是土匪，土匪是不能得罪的。我是侠女，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。也包括我吗？如果你让我看到你作恶，师傅，弟子给您丢脸了。这群土匪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刚才被抓那几个土匪说，20弟、30弟、40弟，还有50弟都被他们抓了，所以他们才敢到这里来闹事。师傅，你让我出去，我带领咱们少林寺的100多弟子，把他的土匪窝给端了。他们这是张开了口袋，等着我们往里跳。师傅，那怎么办呢？女侠到了，来，快请坐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外甥，他的名字嘛，我就不用介绍了啊。快请坐。今天他是特意从山下赶来看我，女侠如此闪光，陪我外甥小饮几杯，也是我们的荣幸啊。来，女侠，请吧。我问你，你抓那些和尚来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请他们来做客的。有用绳子捆着来做客的吗？哎呀，那位女侠，快点来救我们吧！你在什么地方？哪位女侠？就是我在洛阳府见到的那个神仙姐姐。神仙姐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快来救我们吧！你瞎叫什么？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，怎么来救你啊？她就在这山寨里，我还见过她呢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金银财宝害死了多少人呢？怎么了？你又发善心了？我的善心早就变成石头一样冰冷了。我是在想，为了权，为了钱，不知多少人丢下性命。这钱和乌纱帽里面浸着多少人的血，他们还在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就是为了比别人活得更好呗？也许舅舅说的对。我真不愿意把这钱送到太师那个王八蛋手里。你说，他收了我们多少东西？1万两银子，4箱珠宝。这个老混蛋太黑心了。他没说怎么安置你吗？他说秋后齐王就会发诏书，洛阳王的位置肯定会给我。不过说让我别着急，先等着。这个老混账！到秋后还有半年的时间，这么长时间，我们还得往他的黑洞里送多少钱呢？我想没有5000两，怕是拿不住。那就送吧。我这里还有110个人质，实在不行，我就到别的县再抓些来。这5000两银子送上去，要是还不见动静的话，我就马上进京，把混账太师的脑袋拧下来，当夜壶用。我让人送你下山。快告诉我，和尚关在什么地方？来人呐！老大，怎么了？人哪儿去了？
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我们一直守着，没有接人出去啊。哼，自己躲。老大，我已经没有脚趾头了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！抓住那个美女的，我赏给她100两银子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快抓住他！他杀了好几个弟兄。哎！老大，人呢？我把他们抓到了，又被和尚们给抢走了。你从来没办成过一件事儿。老大，我一个脚趾头都没有了，我把这只脚剁给你吧。起来吧，去给我把那个美女抓来。美女怎么了？她玩弄我，敢玩我们老大，我把她抓到，非把她剁成肉酱。喝吧。那几个和尚关在什么地方？关在后院地牢里。走，去看看。救救我们吧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姑娘，救救我们吧！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关在这儿？我们都是老百姓，被土匪抓来的。你们别害怕，我肯定会救你们出去的。哎，小心！你们知道那几个和尚在哪儿吗？守卫哪儿去了？守卫哪儿去了？守卫哪儿去了？老大又……果然在这里。哎，神仙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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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的。谢谢姑娘。姑娘，贵姓芳名啊？快走！你们都别动！你们跑不出去的。兄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骗了我！我今天不骗你。你放下刀，赶快离开这里。看在你帮过我的面上，你还能活下去，要不然你只有死路一条。还不快跑！和尚们，听着，今天你们死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放箭！快走！美女，我给你一条活路，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来。你不是要进京去杀皇帝吗？还有大事要做，为什么跟和尚混在一起？就这样死了，你该多亏呀！姑娘，连累你了。师傅送我那个珍贵的礼物，我答应师傅要救你们一次。今天只有我能救你们了。这样吧，
我在前面冲，你们跟在后面。不行，硬冲是肯定不行的，要想办法智取。怎么智取？我有办法。美女，听着，我给你1刻时间，好好想想。如果你再不走出来，就要跟和尚同归于尽了。我可真为你可惜啊！怎么样，美女，想通了吗？活着怎么也比死了好。你为什么这么心狠手辣？我早就说过，我是土匪。其实像你这样心狠手辣的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也是不容易的。这句话说得好，我爱听。你放我走吗？我放你走，但我不放他们。你知道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对你一直是很宽容的。那你放我走。好啊，走这里。对，这就对了。走吧。我早就防着你这手呢，知道吗？我也防着你这手呢。哎呦呀！好，去死吧！好，走，走。美女，还是跟着我吧，整个山寨就都是你的了。向你们快走！地方看看。快！
老爷。走，快走！好，好，太好了！你们打得太好了，你们替本县百姓除了一害。你认识我吗？姑娘，你有事儿吗？你应该认识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姑娘。胡说！你和老妖子是同伙。姑娘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你忘了，我们见过面的。这是本县的县太爷，朝廷命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这次立了大功，土匪头目呢？我们还没找到，不能让土匪头目跑了。干嘛干嘛？都是自己人。好了，赶快去抓土匪头目吧。等官兵撤出后，就把寨门关上，然后把这所寨子烧掉。和尚们呢？一个也别让他跑出来。我们真应该抓了他。他是朝廷命官，我没有任何证据，怎么抓他？我看见他和老妖子在一起。可他就是不承认呢，就像刚才一样，我们怎么抓？所有和尚都听着，你们都到这边来集合，接受县太爷奖赏。这怎么回事？就是我们又被左县令给包围了。啊！左县令完全可以找个理由说和尚和土匪是一伙的，趁机把我们消灭掉。大家站在原地，不要动，不要乱动，让你们在这里等着。说，怎么回事？是让你们在这里等着领赏。你没有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姑娘。好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本县的捕头，让我走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你们这样是犯王法的，让我走！你，没想到，我经营了一辈子的山王大寨，让几个小和尚给毁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事情我已经摆平了，不要再招惹他们了。可你偏不听啊！住口！还轮不到你教训我的时候。我要给他们来个鱼死网破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和你没关系。怎么和我没关系啊？你要惹出大祸来，我们俩都得完蛋。哼！救！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们都被他们关了起来，又设了个陷阱。我们赶快撤，走。等一下！快告诉我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在山顶上，三面绝壁，只要一条路可走，你们是出不去的。左县令要把你们全部烧死在这里。快来！打开门！关上！不行，硬冲是不行的。大家别急，
先等等，慧诺，跟我走。师兄，你干什么去？没有第二条路，我们想别的办法。走。我们得想办法下去。等天稍稍黑一点，就准备开始烧斋。别敲了！别敲了，听见了吗？哦，施主2度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我要用这支烟杆敲死你！烟杆虽好，可是用来做武器，怪癖中带着几分邪毒。闭嘴，老和尚！我老腰子绝不甘心败在你的手下。今天我杀了你，就一了百了了。老妖子在哪里？官兵已经包围了这里，你说不说实话，都会被烧死在这儿。现在只有我们能救你。是左仙令把老妖子救走的。现在风从北面而来，正是好风向。准备放火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打开城门，把你们放出来。这是官府的命令，和尚们密谋造反，将你们全部剿灭。你亲眼看到我们剿灭土匪，把土匪全部交给了你们，我们怎么是预谋造反？是左县令对我们将军说的，来的时候都说好的，土匪们压倒，就把你们全部剿灭，以免后患之忧。这个王八蛋左县令，还有那个狗屁将军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少林和尚，没做任何坏事，没有任何反叛之心。你命令官兵全部撤退，放和尚们出寨。这是将军的命令，我怎么敢违背呀？里面是上百个无辜僧人的性命，他们无罪而过，你就忍心杀他们？你杀人抢劫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人生一世，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何必与人为难，与己为难？事到如此，难道你还看不破吗？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善恶，善恶本来就说不清楚。我今天你就领死吧！
我相信你是个有良心的人。阿弥陀佛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把所有的火把扔在山沟里，走。施主，你与老衲之间，你是死的。老衲即便被你所杀，老衲也是活着的。善根乃人心之本。老衲心存善心，随死犹生；而你本性迷失，随生又死。老衲要奉劝你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好，如果你要是肯让我打够100下，我就放下这烟杆，立地成佛。好，老衲答应你的这个要求。让我打100下，不许还手。一言为定。来，老衲就受你这100下。好，那咱们就来吧。嘿，站住！左县令，快出来！怎么？各位师傅，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别装了，把老妖子交出来！老妖子？你们把老妖子给我了吗？里面没有人。快说，老妖子哪儿去了？我就说过，我应该跟你们要老妖子才对。怎么，怕了是吗？老衲以善良对邪恶，何惧之有？其实我可以放你一马，只要你跟我做土匪，也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那么我就饶了你。我们已经有过约定，打够100下，你就弃恶从善。来吧，我是答应过你，打够100下，我便为你所降服。但是我没那么傻，我只要1下，就让你的脑袋开花，送你上西天了。是你把老妖子救走的，姑娘。口说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本县与老妖子相识？本县乃朝廷命官，岂能与土匪勾结？姑娘，说话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！可以让我们在你的随从中查一查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这样搜查朝廷命官，那就是对皇上的不敬，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。不过，本官一向清明，念你们剿匪有功，就不计过失了。狗官，你别想走！你们还想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犯了罪就完了吗？本官何罪之有？你跟我说清楚。你勾结土匪，狼狈为奸，这不是罪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这是凭空想象，根据在哪儿啊？证据在哪儿？我杀了你！你怎么会杀一个无辜的人呢？我是朝廷命官，杀了我，你是犯死罪的。少林寺，赶紧回去！这。
去少林寺。不，我不能打一个没有武功的人。这100下，就让你的弟子们承受吧。如果他们能承受得了100下，我照样放下烟杆，立地成佛。怎么样，老和尚，你可不能破了誓。师傅，你师傅让你们接我100下，不许反抗！快放开师傅！慢，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，回头是岸。对呀，小和尚，那你们谁来接我100下，替你们师傅受罚？好，我先来。慧远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！来打我！好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快收手啊！住手！住手！和尚，你们答应我，让我打够100下。三师兄，快！你这死妖怪！是他，师弟兄！姑娘，雕虫小技！和尚们，哪一个再来？仙人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哪个再来？谁还来？我来。慧空，慧空，你？等等，怎么了？还剩最后2下。慧空，你们放心，我能挺住。小兔崽子，1下就能敲出你的屎来。又怎么了？好了。慧空，没事儿，还有最后1下，再来。老妖子今天就是来要你的小命的！师兄，救命啊！住手！法轮常转。龙腾虎跳。
于得水。小心，别让他喷火！美女，放清醒点吧，现在跟我走还来得及。死妖怪，你休想！和尚，你也尝尝老妖子的厉害。今天我就要火烧少林。徒弟们用达摩棍法。是，师傅。拿棍。哎，接着。老妖子，哼，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！乘风破浪。大派不亮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他！火海无边。啊！救救！快救救他！啊！快救救他去啊！啊！快！救救我！拦住他！拦住他！啊！快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快拦住他！救救我！哎呦！快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舅舅，你可把我害了呀！师傅，那位姑娘伤势如何啊？她睡着了。这位姑娘手臂受伤，我要给她换药，可她就是不让我给她换。小娥姑娘，辛苦你了，老衲回头再来。
师傅，梅兄弟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能不能也教我几招少林武功啊？哎，我不是要偷学你们的武功，我就是在遇上坏人的时候，也可以出手相救，不失男儿本色嘛。嗯，你的身后是什么？啊？打狗的。打狗的。慧奴，师傅，你把咱们的少林棍法变化一下，交给梅兄弟，让他作为防身之用。师兄，你快教我吧！去打狗去！我打了。哎，是狗厉害还是你厉害？奶壶不该提奶壶。记住，你不要打到狗，也不要让狗咬到你。传授完毕。不教拉倒。吴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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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当。有啥不敢当的？你教我武功吧。你看，我比你大那么多，还得屈尊叫你声师兄，就冲这个你得教我啊，师兄。让我想想。想想。小娥，看见我那把剑了吗？哦，刚才还在床头呢，你别着急，慢慢找。刚才谁来过？只有师傅和慧空来过。姑娘，我来取我的剑。剑？你说这把剑是你的？正是。姑娘用什么证明说这把剑是你的呢？那师傅以为这把剑是谁的？这把剑，师傅认识这把剑。多少年前，因缘际会，老衲曾经见过这把剑，只是不知道这把剑如何到了你的手里。许多年前，因缘际会，这把剑落到了我的手里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把剑的主人已经死了。这把剑的主人不在世了，可是他的女儿还在。
伤疤，是我爹当年抱着我逃难时留下的。你真的是我的女儿？你是？你就是我的女儿。你还活着？我也真没有想到你还活着，我的好女儿。父亲。